小朋友等袂住，冲入去丛林奇遇记的大型气垫内底佚佗。这是立委陈廷辉伫今年所规划儿童节系列活动。3月1日伫平石公园举办的第一场，现场有4大昆塘主题气垫溜滑梯、跳床、运动设施甲古迹造型装置。很多的家长呢，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呢，很早就跟婷飞预约说，儿童节，菲菲姐姐你要办什么活动哦？所以呢，我就抢先登场，在我们今天3月1号、3月2号的连假，因为我知道说，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可能都还在想说，我要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哈，尤其到处都塞车，所以婷飞就帮大家在平石公园准备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主题气垫乐园，而且主题是丛林，大家到现场可以看到蝴蝶、瓢虫，还有独角仙，甚至还有蜜蜂，所以小朋友都嗨翻了哈。现场嘛有侪位议员做伙来参与，大家拢相当认同这个亲子活动，会当提供真好的空间，让小朋友来运动。评委委员呢也发想规划很用心哈所有的那个小朋友的亲子活动哈是我们丛林奇遇记了哈。那么当然除了永康，还有新营那边也会有2场。从我们的夏天我们的水乡，到我们冬天我们的下雪，以及我们的秋天吼，这春天现在是春天了吼，我们这个动物历险记吼，我想我们的菲姐非常用心。把我们假日的时光现在的亲子活动、亲子的日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除了有大型气垫让小朋友佚佗，立委服务团队也大心准备了爆米香、鸡卵糕甲饮料等等的点心，要让大小朋友补充体力。另外，嘛有邀请造型气球艺术家免费送造型气球，丰富的活动陪伴大家度过快乐假期。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